GroupBuyer.com 瘋狂勁減，954港元就可以入住長白山璞悅溫泉度假酒店，嘆埋無邊際溫泉泡池。呢間酒店坐落喺長白山大街，足足用咗3年時間精心打造，裝修風格獨特，行每一步都好似欣賞緊風景咁，視覺享受一流。酒店樓高7層，分 A、B、C 3座，隔籬就係出名嘅美人松園。由長白山國際機場過去大約90分鐘車程，如果搭高鐵嘅話，由長白山高鐵站過去只需15分鐘，超方便。酒店溫泉部有齊室內同室外湯池，仲有各種具理療功能嘅桑拿房，小朋友最愛嘅汽水區同埋風味小食，絕對係度假放鬆嘅好地方。一踏入酒店大堂，感覺高雅華麗，總服務台、堂霸、超市一應俱全。房型選擇多多，無論係豪華大床房、松景大床房、松景標準間、豪華標準間、專享大床房、總統套房定係家庭套房都有，總有一間啱你心水。酒店仲有中央空調、乾濕分離浴室、全樓層新風系統、衛星電視同全覆蓋 WiFi， 住得舒適又安心。中餐廳提供粵菜、老菜同吉林菜，仲有1200平方米嘅無柱多功能大廳，無論係商務會議、慶典定係研討會都咁適合。酒店坐落在長白山保護開發區北景區長白山大街，歷經3年的匠心打造，裝修風格大氣獨特，一步一景，勵志為客人打造獨特視覺盛宴。外觀，酒店樓高7層，分為 A、B、C 座，比鄰聞名國內外的美人松園。距長白山國際機場需要90分鐘車程，到達長白山高鐵站僅需15分鐘車程。外觀，酒店溫泉部設有室內外湯池，各種具有理療功能的桑拿房、兒童汽水區、風味小吃等功能，是旅遊度假、休閒度假的選擇之處。松間標準間，酒店1樓大堂高雅華麗，設有總服務台、堂霸、超市等設施。酒店設有各類房型，為突出人性化服務，滿足不同賓客需求。豪華大床房、松景大床房、松景標準間、豪華標準間、專享大床房、總統套房、家庭套房等多種房型。松間標準間、松間標準間、松間大床房、豪華大床房、豪華雙床房、雅致大床房、高車大床房、豪華家庭套房、溫泉、水上樂園 SPA， 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，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er.com 啦！